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永平。今日要教大家是亲子瑜伽。你的小朋友过来吗？有开路卡吗？请你能同下来做运动哦。今日我隔壁的小朋友阿忠，我来同下来做示范哦。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请你放起来，同我来做运动的哦。运动之前一定要来做暖身哦。好，能蹲下来一下来做暖身操。好，请我同我调啲上面看，下面看，右边看，左边看。来绕一个眼看呢，绕圆圈，来做四看。两天慢慢的捞，3、4，好，来换边，来换边咯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来同一数，来慢慢的捞眼看呢，升空来，好到上面，再来下面，弟弟会捞，再摆上下。好，跟到来数两个人的叶尾，好来捞，我叶尾眼看呢，一看来画一个眼，2、3、4，好来换边的哦，换边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来慢慢的看得心，数可以慢慢的可以，面会都听来下么？好，慢慢的下去，面唔都唔怕，小朋友要加油哦！好，看得心可以面都听来么？好，再放来，尾椎，叶尾。最面调拿，好，我数，伸出来，好，侧弯腰，还记得咯，好，看那声音呢，数有伸出冇哦，好，来弯片，侧弯腰。慢慢的过来，瑜伽呢，最注重的是你的腹肌的训练，今日着重是腹肌同背肌的训练哦。好，来，第一动作来仰卧起坐，来，请呢小朋友抿下来，再过来一些些，好，抿下来，呢，看人呢可以瞄一个脚，好，身体呢。用的也后脑勺，来思考那些哦。好瞄到你的脚趾条。好，如果他没办法的，我们可以帮助他来数可以，帮助他放来。好，如果他的腹部还 OK 的，我们就可以思考那些以及改来做3来做4号4。下去，加油哦，很棒哦。6、7、8、9、10、
好，抿下来，躺下来，好，好，那个伸侧，好，可以帮他放松他的肌肉，腿泡泡嘎，增加你的亲子关系哦，亲子的感情哦，帮他按摩一下腹部。好，更加阮妈妈哦，来，阮小朋友同爱扮女爱脚。好，黑小朋友厉害呢，还是大人厉害呢？来看看先哦，是他哦。1、2、3、4。好，大人马上做是他。好，小朋友和妈妈来按摩肚子，小朋友来泡肚子，轻轻的按摩肚子，好，轻轻的按摩肚子，好，倒下呢，小朋友，好，放起来，好，更加呢训练你的背肌，跳哪题呀？头在这，好，一样趴着哦，好。注意哦，脚一定要仰在天来下，不可以翘起来。好，可以腿板论也脚。好，像会蹼背的呀，因为我们的会蹼背如果的背肌的这个力量不够力量，所以我们要多做这个运动。好，背肌的训练。好，来哦，好1，好下是哈，快是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很棒，好了，好，趴着，好，腿不能泡泡嘎，臂不用耸，好，腿的肌肉不用耸。平常时都可以臀身呢，安尼通下做，好冇必安尼重背。好，更加阮大人呢，来比赛好嘛 ？Give me 5， 耶！好，一样哦，大人要做是哈，2、3、4，大人加油哦，是好哦，冇输本身的哦。好，臀妈妈泡泡嘎，来帮妈妈按摩一下。平常时啊，腿可以做安来练习，好来增加你的亲子关系。好，拍一拍。好，谢谢小朋友。好，再来哦，那边来闪动哦，小朋友来过闪通。好，大人哦，别来闪动，记得咯，脚要伸直，臀身呢传过去。好，再过去。好，来做4个，好过去。3，好过去。4，好，更加。我来挑战大人的。身体呢边闪动，
大人爱传过去。我记得咯，小朋友唔可以弯下来，冇会看到妈妈哦。还记得咯，哈，可以哈。好，我挑战你哦。通过，再来哦，有厉害吗？通过，好，小朋友可以放起来，同这个报数。哦，很棒！最美的动作溜滑梯，好，好，小朋友可以给，好，两只手，系，用个天来下，记得个数字，好，弟弟背，莫变安尼哦，好，弟弟背，好。来1、2、3，放来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慢慢的放起来，起来。今日的动作好不好吗？好不好哈？好好运动，俺能下班能来了。